被包的人叢，是我心的觸碰。唔少香港人一有長假就中意去旅行，尤其中意去日本，話東瀛風味正喎。其實香港都曾經有一段時間係好有日本 feel 嘅，好似彌敦道啊，你知唔知道佢曾經有一個日本名叫做香取通啊？其實喺香港淪陷嘅時期，好多地方同埋街道名都已經變晒日本化。中環街市就改叫中央市場，半島酒店叫做東亞酒店，仲曾經係日軍軍政廳總部添。今年係香港淪陷70週年，雖然事隔咗咁耐，但係香港老一輩嘅市民係絕對唔會忘記3年零8個月嘅慘痛經歷嘅。喺香港最黑暗嘅時期，究竟小市民係點樣捱過呢段逆境嘅呢？日本曾經奉行軍國主義，對中國虎視眈眈。1937年，更加發動全面侵華。日軍席捲南下，廣州喺1年之後失守。睇見咁嘅形勢，香港政府都積極備戰，喺1940年宣布疏散喺香港嘅歐籍婦孺，而且開始囤積米糧。1941年12月8號嘅清晨，同平日一樣，學生返學，市民返工，但係突然之間，日本仔揸香港嘅時候咧，嗰朝早我哋啱啱翻落，就上羅便臣道、江德道、培英，咁啊睇到對面海基經常出煙啊，轟炸，佢突如其來嘅，咁嗰時咧，即係個個都驚惶失措，都唔知點好。儲糧又未儲，乜都未咁啊！個個家家都慌慌張張啊，周圍買米啊，買隻咁。又有走警報添㗎，一響起呼呼聲咧，咁阿嫲咧就拖住我走去嗰啲避難室啊，都好濕濕暗暗㗎，黑掹掹咁咯，唔係咁好受啊！有焗住喺度，有啲 BB 仔喊咧，啲媽咪又唔準佢喊啊，揞住佢個嘴啊咁啊，佢都好慘㗎真係，幾耐下都冇嘢食啊，冇嘢飲啊，咁好凄涼㗎嘛，係咪？坐又冇得坐，成日匿埋喺嗰度，咁所以後尾我哋都唔走啦，由得佢啦，喺屋企㗎啦。雞龍環家下叫做華富村，咁佢算係2鵪炮嘅。我哋同印度人咧就喺佢做手，咁就向住嗰2鵪炮就向住呢個擔桿山嘅。擔桿山嗰度亦嗰隻航空母艦喺嗰度泊喺嗰度嚟炸香港嘅。司令部就嗌我哋校好晒個尺寸嘅，就一起機。嗌我哋 fire 我哋就掹雞咯，咁就打住佢一隻日本機咯。總部就捉一隻羊嚟俾我哋食㗎，煮咖喱羊啊，獎勵我哋咯。日本炮彈好犀利㗎，不停咁喺對面海打過嚟。咁啊，我哋有個經驗啊，耐咗之後，逢親啲炮彈咧，喂聲嘅咧，
你就唔使驚啊！佢話過頭嗰啲炮彈，如果啲炮彈咧絕咁咧，咁我弊啦，梗係你附近爆啦。香港嘅兵力始終有限，堅守咗短短18日之後，到12月25號黑色聖誕日，香港就宣告淪陷。日本仔登陸嘅上頭命令已經有話咗要投降咯，咁啊投降我哋咪走咯，咁啊叫我哋除晒服裝啊，咁啊着啲民裝咪走出嚟咯。嗰啲日本仔咧一隊一隊咁啦，就由大埔道啊喺彌敦道啊咁衝落嚟，咁我哋嗰陣時候冇嘢做啊，咁啊又後生啊，咁啊同埋一班伙計啊落去拍上歡迎佢啦，因為佢打咗入城啊嘛，咁唔通你話鬧佢嘛？喺日本仔佢揸住支槍啊嘛，咁你等佢，你拍手，佢都對於我哋友善啦，唔係一種敵意啊嘛，因為將來你話指手畫腳鬧佢啦，佢咪即刻打死你。小市民根本冇能力對抗日軍，只能夠沉默接受。喺淪陷初期，市面嘅治安一片混亂。開門啦！上海街好多勝利友喺度搶嘢啊，幾辛苦住班到護身。阿毛，你唔好嚇我啦！年尾咗就唔會入屋搶嘢噶啦。今晚香港啊，實亂晒龍都得啦，快啲啦！咁嗰時就興起一隊人馬咧，叫勝利友。呢啲勝利友實在暴，口號咧嗌勝利，抬住佢上嚟。我哋屋企咧住喺3樓，都俾人鑿門打門，有隻門已經甩咗噶啦。咁我媽媽就話：你哋唔好喐啦，又唔得人攞啦。除咗暴徒搶掠，日軍亦都縱容憲兵遊獄之類。嗰陣時啲大姑娘真係人人自危。日本仔好興話咁花姑娘，有人拍門我哋就好驚噶啦。驚咩咧？話有又唔得係嘛？話冇佢抄到個女咁啊，你就死啦，點算咧咁？好驚啊，腳都震埋啊！我家姐啊，尤其是嗱咁咧就着咗我媽啲衫啊，又攞啲鑊撈啊，搽黑塊面啊，咁啊扮醜樣啊，扮老啊咁啊。佢嗰陣時已經10歲有多噶啦嘛，直情一道門啊貼日本旗咯，嗰個紅日咯，即係話尊敬佢咯，希望你唔好嚟搞我咁啊。戰略上，香港係日軍嘅物資供應地。所以喺入城之後，就強制市民將港幣兌換成軍票，然後日軍就可以用港幣到境外買物資。初時2蚊港紙兌到1蚊軍票，到咗1942年7月就變成4對1。日軍任意將港幣貶值，同搶錢其實冇分別。喺淪陷期間，香港人唔單止要應付急劇嘅通脹，亦要面對生活上缺糧，糖、米、鹽都要配給，所以每朝早市民都要揸住個米證去指定嘅米站輪米，每人每日限買6兩4。咁你一餐咧又往時正常一個壯健嘅人咧食3碗飯好正常，有啲食5、6碗唔好計咧，正常3碗大飯就要成10兩米嘅。咁你6兩4。一餐飯都唔夠，咁你補粥，咁你話2餐點食咧？90，淨係你一個人食番薯啫咩？吓，90，你食午飯先啦，嗰啲番薯我哋大家分開嚟食啦。第2餐我哋煲番薯飯食咪好咯。啲日本仔真抵死啦，搞到我哋連食都冇得食，都唔知捱到幾時添。冇嘢食啊，
後尾啊住喺嗰間屋嗰度啊，去捉老鼠咯，捉老鼠嚟食咯。我哋咧就鄉下有嘅叫做嗰啲叫做紅糟啊，即係差唔多好似蘭魚腐魚咁樣啊，攞嚟咁樣煮啊嘛，攞嚟炒，溝啲紅糟落去炒，都幾香啊，唔覺得乜嘢，都唔好講話老鼠肉啊，老鼠已經都算有肉啊，有啲人捉曱甴都嚟食，都有啊。老闆，是你邋遢。啲人咧就死咗啊！去咗邊度啲屍骸？俾啲人咧攞啲火水桶咧，就去割啲大髀肉，割啲肉啊！咁咪揾啲南乳啊、蒜頭啊，燜香佢就拎去菜欄嗰度賣。咁啲人肉好得意嘅，我哋見到係記得嘅裏邊啊，佢滾起上嚟啲泡特別多啲嘅，同埋嗰啲皮係好薄嘅。咁啊2毫子軍票咁低嚿，我知道仲敢食咩？人嚟啊嘛，人都有人性啊嘛，係咪先？我哋嗰間鋪頭已經俾佢哋封咗啦。啊！日本仔嘅報道部就派人嚟揾咗你幾次啦。照而家咁嘅情形，我哋都係要快啲離開呢度至得。咁啊，梗係啦。而家香港都已經淪陷咗，我哋都唔應該喺度住落去。哇！乜咁多人排隊過關嘅？係，其實喺香港淪陷嗰陣啊，日軍咧為咗要減少嗰個叫糧食嘅負擔咧，就推行歸鄉政策，就強迫當時咧冇工做或者冇居民證嘅人離開，所以搞到幾廿萬人咧要翻鄉下。或者去當時咧屬於中立嘅澳門嗰度比，係當然啦。咁嘅形勢好話唔好聽，此地不宜久留啊！好多人咧都好似我咁咧，係屬於自願噶。係唔好講咁多啦，真係要揾個龍尾咧排隊先啊！阿哥哥唔該，喂，龍尾喺邊啊？喂，龍尾。嗰陣時我哋就覺得。都唔知去邊好，即係以為香港係最安全，都唔得。咁好在我哋翻鄉下，佢冇打我鄉下，我鄉下冇未有日本軍照我㗎。過境嘅時候咧，喺碼頭咧，唔知點解叫我哋驗糞嘅，咁可能驚我哋啲傳染病啊。男男女女你要同一間房，總之你除咗條褲，烏低身。俾佢揾嘢嚟刮一刮你個肛門，刮個肛門之後話攞啲糞便，呢個唔淨止痛楚，仲係一種羞辱啊！嗰次唔到你嬲，又唔到你真，嬲同埋恨都嗰次都出唔到心啊，就已經驚死啊嘛！走咗超過一半人口，香港一下子百業蕭條。留低冇走嘅都好難揾到工做，只係得少數好彩啲嘅可以做翻本行。我嗰陣時咧，因為喺巴士公司做啊，佢佔領咗之後咧，佢要恢復嗰啲交通，咁所以咧就揾到我哋啲人啊，又翻工，咁啊我哋繼續翻工。喺嗰陣翻工咧，就唔係講幾錢一日噶啦，嗰陣時係講米嘅，講每日派2斤米一個伙計。我哋皇軍嘅車壞咗，而家我哋大隊要坐呢架車，你彈馬出去。戰時好多汽車都被日軍徵用，運翻日本。電車同巴士只係有限度行駛，一嚟唔夠燃料，二嚟都冇咁多人捨得打。睇下呢張漫畫就知當時嘅情況幾咁慘。
陣時搭巴士困難啊，嗰啲咧塞到啦，架車任佢上嘅，咁啊由窗口捐入嚟又冇閘嘅，咁啊嚟到啦，咁啊我哋仲買飛嘅咧，就逼到都唔喐得噶啦，有冇錢都冇所謂噶啦，求佢車到佢就算數。對更多失業嘅人嚟講，選擇去幫日軍修路、起樓，係賺取每日少少糧食嘅方法。亦有小市民轉行做小販，賣舊衫、賣家庭用品，總之屋企有咩都攞出嚟賣。一淪陷之後咧，我即刻就喺我樓下處就行幾塊床板，就將屋企啲舊書。舊陣時個個都好多舊書噶嘛，咁啊擺落下底樹，咁啊又有啲人嚟買嘅。夜晚咧就同個女人咧就喺彌敦道嗰間叫彌敦戲院，戲院嗰度側邊嗰度個地下處咧，我哋擺啲地檔，即係買啲書。咁嗰陣時嘅生活係幾好嘅，即係我哋一日幾餐就唔憂嘅。咁啊，我街邊賣食咧就專收購啲糧食嘅，收購啲罐頭啊，我哋可以去揾到嗰啲有儲糧嗰啲有錢人家屋企就有多餘嘅食物就買，收尾越買就越艱難噶。咁所以罐頭咧係當時都係矜貴嘅嘢嚟嘅，因為起碼都有7、8千個俘虜，即係英軍嘅嗰啲鬼佬咧要食罐頭，啱啱喺個潮流嗰度啱啱過到骨，咁想就可以揾到生活。1942年年底，盟軍開始大規模反攻，空襲嘅目標包括當時屬於日本軍事區嘅香港。佢突然間喺呢個新人街就戒嚴，咁佢一戒嚴之後咧，佢原來個個踎低晒，唔知道軍事戒嚴咁嚴重嘅，咁啊入黑啊！黑嘅時候咧，咁啲個個都係街坊啫嘛，以為咧靜靜啊走翻上樓，點知咧起身咧，個日本仔即刻一槍就打死你噶啦！喂，真係睇住佢打死幾個噶，佢呢一提槍就死噶啦，咁犀利嘅。咁後來知道嘅時候咧，一百戒嚴啊，冇人敢喐噶。到咗淪陷後期，盟軍空襲越嚟越頻密，不過就經常發生誤炸，殃及民居，尤其係當時嘅灣仔，更加係重災區。地磚式轟炸啊！嗰陣時幾犀利啊！最緊要個波地嗰度啊，咪就係呢度修頓球場嗰度咯，呢條通街都係啊，死屍。嗰陣時唔知13歲啊14歲啫嘛，嗰陣時邊度識啫？乜一警報咧，睇下邊度有嘢攞就走去噶啦嘛，我哋同埋一班啲小鬼隊咁啊，都話去英美煙草公司啊，托幾多煙翻嚟啊？啲煙啊，啲揸啲米倉啊，落炸彈啊，都唔知抬幾多米翻嚟啊，仲請人哋食添啊，都唔識嘅嗰陣時。嗰陣時即係正式一日過一日就算數㗎咋，你冇辦法知道聽日係咩事啊！如果俾嗰啲美國飛機嚟到炸到啊，幾時死咗都唔知啊！因為嗰陣時真係3、4日、2、3日都有一次飛機嚟嘅。初未有美國飛機嚟炸嘅時候，當然完全冇晒希望啊！有美國飛機嚟炸嘅時候咧，就希望美國可以打勝仗啦嘛，比較有個希望喺度，知道就算係乜嘢嗰陣時，都覺得應該係冇幾遠噶啦。
忽然間宣布話投降啦，中環嗰度好多人燒炮仗啊！跟住係咪得個講字嘅？嗰陣時佢因為仲有嗰啲日本人喺街度行下啊嘛，到第二三日先會落嚟啊嘛去慶祝啦，又買雞啊、番嚟湯啊咁嗰啲，就市面上嘅熱鬧好多噶啦。當年日本侵佔香港留低嘅痕跡，除咗軍票之外，仲有禮賓府，亦都係當年嘅總督府。淪陷期間，日本人將呢度作為佢自己嘅司令部，仲加建咗後面嘅日式高塔添。今日好多香港人都覺得新一代嘅抗疫能力好低，或者我哋可以從淪陷嘅歷史當中學習上一代堅韌嘅精神。只要捱得過，好快可以復原嘅。想睇多啲有關呢一集嘅資料，請瀏覽港台網頁。